第25日，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1，請細讀以下經文：創世記28章10至到22節。雅各離開別是巴，往哈蘭去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因為已經日落，就在那裏過夜。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，就躺在那地方。他做夢，看啊，一個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頂端直伸到天。看啊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。看啊，耶和華站在梯子上面，說：我是耶和華你祖父亞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。你現在躺臥之地，我要將他賜給你和你的後裔。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，必向東西南北開展。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。看啊，我必與你同在，無論你往哪裏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領你歸回這地。我總不離棄你，直到我實現了對你所說的話。雅各睡醒了，說：耶和華真的在這裏，我竟不知道。他就懼怕，說：這地方何等可畏！這不是別的，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門。雅各清早起來，拿起枕在頭下的石頭，立作柱子，澆油在上面。他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許願說：神若與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給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親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。我所立為柱子的這塊石頭，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賜給我的，我必將1/10獻給你。2，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雅各為咗逃避憤怒嘅以掃，而要夜宿荒野，喺異夢中與神相遇。當佢醒嚟嘅時候，驚訝喺自己所睡嘅地方就係神顯現之處，且有梯子通往天上。於是便以石頭立作柱子，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就係神的殿嘅意思。伯特利喺舊約中係一個重要嘅地方，佢係聖經常常提及嘅城市。喺呢個故事之中，對伯特利嘅描述也是值得注意嘅。喺夢中，雅各見到呢個地方有一個梯子立在天上，梯子嘅頭頂着天，有神嘅使者喺梯子上，並且上去下來。呢個梯子我哋姑且稱為天梯，佢成為咗神同埋人之間嘅聯繫，而佢嘅特色係喺有神嘅使者上去下來。呢個天梯嘅異夢成為咗雅各喺逃亡嘅時候嘅安慰，因為佢知道神嘅應許臨到佢身上，因此佢叫呢個地方作伯特利，因為佢喺呢個地方神嘅殿藉住天梯與神相遇，領受咗從神而來嘅應許，神要與他同在。3，思考反省。喺新約聖經約翰福音裏面有一段咁樣嘅記載，耶穌呼召拿但業時對他說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。約翰福音1章51節。耶穌嘅宣告中，把雅各天梯描述應用喺自己嘅身上，因為佢就係神同埋人之間嘅橋樑，人藉着他就能夠與神相遇，所以佢就係伯特利嘅具體表現。
佢就係神嘅殿，一個神人相遇，一個象徵神與人同在嘅地方。事實上面，主耶穌也確曾以自己譽為神的聖殿。耶穌曾說：你們拆毀這殿，我3日內要再建立起來。耶穌這話係以佢嘅身體為殿。約翰福音2章19至到21節。4. 默想禱告。如果天梯係一個叫人能夠與神有所溝通同埋接觸嘅媒介，你怎樣看待呢個天梯？你會如雅各一樣敬畏地視之為神的殿？當你喺逃亡放逐嘅心境下，會尋求呢個天梯嘅同在嗎？來，讓我們再一次為着主耶穌成為咗人同埋神之間嘅橋梁而感謝他，且敬畏地常作紀念。喺我哋嘅心中有這伯特利嘅位置。